啊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屏东市的民享路有一间赤字店，顶个月29号互人放火，28岁头家娘当时就过往了，啊30岁头家送病院抢救，经过1礼拜嘛往生了。放火烧厝的嫌犯是一个19岁少年呢，因为头家无先甲赤字，伊一直甲头家高甜，人甲赶走，安尼袂得，就讲放火烧厝。早起，屏东县长周春美到殡仪馆慰问家属，死者的妈妈是双脚跪地叩求县长帮因求法官，甲这个嫌犯判死刑，幸好后生甲新妇一个公道。看到县长当场跪落来，希望县长主持公道。甲县长揽入口姓黄赤字师傅的妈妈，哭到强皮站袂调。一个完美的家风毁掉，家属是真艰苦。10月29号下午4点30分，屏东市民享路一间赤字店互人放火，30岁赤字的头家含28岁太太，为火场方救出来时，拢剩一块尸仔。太太送去病院无救活，啊那赤字师傅抢救1礼拜，赶快因为伤甲真焦力，伫咧做一过身。他从小就很坚强，很孝顺，很懂事。少年夫妻求大会小事，赤字师爸爸虽然真检偏，嘛是挡袂牢，讲甲闹讲天。这件火灾19岁放火的人，只是行为无欢喜头家无先改赤字，固伫咧店内底风看倒来放火。爸爸讲这袂管凶。我希望检察官法官能够判他死刑，让社会好的期待能够展现出来。好，不希望又有假释什么。嫌犯方压起来，对方家属都无出现，半句会失的都无。爸爸和妈妈求法官判嫌犯死刑，县长周春美嘛希望当判到当日。的行为者，这个一定要负起他要负的责任，还给家属一个公道。30岁姓的赤字师傅和太太感情是同甘比天，两个人同齐打拼，已经欠真侪钱，买车嘛订一间厝，想要到嫌犯18岁烧死两个人，和翁仔某两个人无法度圆梦，幸福人生嘛行到上尾站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